你是不是曾经也想过，我也想谈场跨国恋爱，和外国女生结婚？在我看来，有4个很现实的地方，你一定要想清楚。第一，语言跟文化，你是不是有足够的内心去面对语言跟文化带来的误会？第二，未来的定居点，到底是你安排他去你的国家，还是你愿意搬到女方的地方，又或者是一起在第三方地方生活？如果完全没有方向，很容易就会卡在长期远距离。第三，怎么撑过从远距离到婚姻的过渡期？你是不是能接受一开始主要以线上视讯或不定期的线下见面去维系关系？你有这个内心去建立信任吗？第四，你的家人能不能接受？你有想好过怎样跟你的家人去沟通这个跨国关系吗？婚姻更像是2个家庭的结合，很多东西需要磨合。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跨国恋爱或婚姻的可能性，我会建议你不要乱猜，可以找我们预约一个免费30分钟1对1线上咨询。我会根据我这几年的成功案例，给你最真实的跨国恋爱意见，看看你适不适合走这条路。